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话。白宫表示，拜登向习近平阐明了美国对中国一些行为的根本性的关注，包括经济、香港、维吾尔和台湾等问题。白宫的声明说，拜登总统重申了他保护美国人民安全、繁荣、健康与生活方式，并维持印太自由与开放的优先事项。拜登总统强调了对北京胁迫性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在香港的镇压、对维吾尔人的践踏人权，以及在本地区包括针对台湾的越来越强势的行动的根本性的关注。拜登政府此前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待遇认定为种族灭绝。奥地利维吾尔协会与当地人权团体举行抗议示威，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在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前举行的活动中，示威者带着写有停止种族灭绝、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破坏、维吾尔人自由等横幅。奥地利维吾尔协会主席马乌兰表示，直到东突厥散获得独立，他们的斗争不会停止。一个多月以来，土耳其维吾尔人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和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以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亲属的信息。昨天，维吾尔人在安卡拉的活动遭警察干预，土耳其警方不允许他们离开宾馆。来自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和肯尼亚等省份的24名维吾尔族人被警方拦截，然后被强行送回。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宣布，在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制定对中国战略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中国战略。拜登周三首次访问五角大楼时表示，该工作组将迅速投入工作，以使我们能够就与中国关系问题确定方向。我们需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以维护和平并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今天我听取了有关一个新的国防部范围的中国工作组的简报。由简奥斯汀部长成立的这个中国工作组将审视我们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等。拜登说，工作组由简奥斯汀部长的特别助理拉特纳博士负责。中国周三呼吁美国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此前，世卫组织专家团结束了在武汉的实地考察工作，但围绕疫情的争论仍在继续。白宫发言人周二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对世卫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包含的数据进行仔细评估。该报告称，实验室事故引发武汉病毒的假说是极为不可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周三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像中方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态度，能够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到美国去开展溯源的科学研究。首位武汉病毒肺炎病例于2019年11月17日出现在武汉海鲜市场。